下百日来关心对抗武汉肺炎的病毒，汉医建议讲会当增加咱的免疫力，身体较会排湿，安尼就较袂冷底。汉医推荐一款用路筋、生钙，抑佫有结晶在内，10外款的汉药材来下防疫茶。另外，加持咱阿妈棍后壁这个定川血，抑佫有手的二剂血，拢会当增加免疫力，安尼会当解虚热。 您好，请用茶。民众坐落来，诊所的人就随捧一杯小茶过来，莫叫是这干那是普通的小茶，这杯叫做防疫茶，内底中药会当保气强身。这阵啊，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，互真侪民众拢真紧张，所以保气的中药材就愈来愈受欢迎。中医师就家己泡防疫茶，免费请民众啉。桔梗啊，这个是祛痰除湿。当然，解毒方面有银花、连翘、黄芪、沙参，是以补肺气、清肺热这方面为主了。 这贴防疫茶中药材有10种，包括路筋、荆芥、淡竹叶等等，比例全部是1两半加800cc 的水，煮好滚就会用的。调了较润喉，香香啊，甘甘啊，啉了足顺。食品类的中药可以，可是如果说稍有一点点预防又怕的话，最好还是请医师来帮我们，拟一个方。另外，中医师嘛建议会当加持几个穴道来强身。这叫做定喘穴。 所以我们局部按要有酸胀才会有效果，你在这边本身就有保健的效果，解肺热，所以这个是鱼际穴。指泽穴呢，它本身呢属于逆气而泄，就是会咳出来，把气泄出来。像讲手的虚者、笑着血，唔免别人斗3工，家己就会当吃。中医师建议一工饲3盖，一盖饲5秒。不过医生也是提醒，对抗武汉肺炎上好的办法，也是过来洗手、甲挂喙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